聖經撒母耳記上17章35節，我就追趕他，擊打他，將羊羔從他口中救出來。他起來要害我，我就抽住他的鬍子，將他打死。呢度呢個我呢係指大衛。大衛年輕嘅時候非常勇敢，佢看守嗰啲羊群。佢話當有呢啲嘅獅子或者係熊嚟到去搶個羊羔嘅時候，佢就將呢個獅子熊打死甚至擊退。呢個係一個聖經裏邊記載大衛年輕嘅時候嗰種嘅勇氣。求主幫助我哋呢種咁嘅能力，呢種咁嘅被神使用嘅人，佢曉得嚟到倚靠主。求主幫助我哋真係曉得知道點嚟到喺所有嘅患難當中倚靠我哋嘅主，唔係倚靠我哋自己。感謝神興起大衛嚟到使用佢，成為一個合神心意嘅王。求主幫助我哋亦都做一個合神心意嘅人，被神使用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